为了股权比例争吵，部门之间互相猜忌、推诿责任。这种事情蛮常见的。对，结果大家每天上班有80%的精力都消耗在内耗、防备、开会、吵架上，这就是极高的内部交易成本。那他们根本没时间做事了。没错，他们哪来的力气去对外开发产品、创造价值？相反地，当群体内部充满和气、沟通顺畅，没有不必要的摩擦，所有的能量就能100%的转化为生产力。所以这时候财富的累积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。完全正确。原来如此，所以和气不是那种相怨的表面和平，而是一种高效率的能量运作状态。好，这个我被你说服了。但接下来这2个字我就真的有疑问了。哪个部分？吉主要靠包容，等等。所谓的吉不就是运气好吗？像是同一发票中奖，或者刚好遇到贵人，这不是单纯的几率问题吗？这跟包容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这篇贴文极具洞察力的地方了。它告诉我们，所谓的好运气，很多时候并不是纯粹的随机事件。不是随机的，那是什么？你可以想象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无形的好运接收面积。当你对周遭的人充满包容，也就是允许别人犯错，接纳不同的意见，不随便批判别人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扩大这个接收面积。扩大接收面积，意思是别人会更愿意靠近你。没错，当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包容的人，他们在遇到好机会、拥有关键资讯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你。因为跟你分享资讯是安全的，没有压力的。答对了，很多时候所谓的贵人相助或好运降临，其实是因为你平时的包容，在无形中建立了一张充满善意与信任的人际网络。当机会的网球飞过来时，这一张网自然会把它接住。这就是吉靠包容的底层逻辑。哇，这真的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这让我想到以前在公司开会的场景。遇过什么特别的同事吗？遇过那种得理不饶人，凡事都要争到赢的同事。他能力可能极强，但只要别人犯一点小错，他就猛烈攻击。结果大家私底下都不想跟他合作，有什么新专案或好处也刻意避开他。然后他可能还会觉得自己运气很差。对，他常常抱怨自己运气不好，老是遇到阻碍。但其实那个阻碍是他自己那种不包容的态度制造出来的。这也刚好呼应了下一句，顺主要靠谦让。没错，这2句是相辅相成的。反观我认识的另一个同事，他总是愿意倾听，就算别人说错话，他也会给台阶下，不去争那种口头上的输赢。结果大家做什么事都喜欢找他，他的职涯发展就特别顺。你的观察非常敏锐，谦让绝对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高级的策略。当你懂得谦让，不去争夺那些不必要的虚荣或短期的利益时，你其实是在卸下别人的防备心。在物理学上，降低阻力就能提高物体前进的速度。而在人际关系中，谦让就是最有效的润滑剂。当你身边的阻力降到最低，你做起事来当然就会觉得无比顺遂。所以这3句话把原本看似迷信的财运、吉运、顺利，彻底破解为一套可执行的人际互动科学。真的是一套行为科学的最高指导原则。那么这一切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走过了第1阶段的角色定位，又经过了第2阶段的态度修炼。这篇贴文到底要把我们带向哪里？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境界了。对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篇贴文的最高潮，也就是最后3行。这3句话谈的是一个群体要如何走向巅峰，并且长长久久地维持下去。他是怎么说的？安主要靠守心，心主要靠传承。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格局来看，你会发现最后这3句话展现了极高的哲学层次，特别是他连续2次强调了心这个字。真的从外在行为转到内心了。前几个阶段我们谈的是行为和外在的互动，但在最高的境界，一切都回归到内在的心智模型。首先，旺主要靠同心。旺是一种向外扩张、蓬勃发展的强大力量。一个家庭或团队要怎么旺，单靠个人的能力绝对不够，必须要同心。
如果我们借用物理学的概念，想象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股推力，如果大家的方向不一致，这些力量就会互相抵消。但如果所有的力量都精准地指向同一个目标，就会产生巨大的共振和推进力。同心就是价值观与目标的绝对对齐。对齐价值观，这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超难的。这绝对需要前面提到的包容跟和气作为基础才有办法达成。那如果我们已经很旺了，事业做很大了，或者家庭累积了足够的财富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是最困难的一关了。贴文说，安主要靠守心。这个安跟守心，我自己觉得是整篇贴文里面在现代社会最难做到的一点。我完全同意，这句话直指了我们现代人的痛点。我们每天打开手机，看到别人买了新车，别人的团队拿到了巨额融资，甚至别人去了哪里度假，那种焦虑感马上就涌上来了。因为只有扩张的旺是不够的，无止境的扩张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心理上的焦虑。我们最终追求的是安，也就是内在的平静、安全感和稳固。那守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在现在这个资讯过炸、充满诱惑，每个人都在社群媒体上互相比较的时代，守心意味着你要能够守住自己的初衷，守住自己的本分，不随波逐流。就是能不能不被那种害怕自己错过什么的焦虑感给绑架，依然专注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，对吧？完全正确。如果守不住这个心，就会开始盲目跟风，做出错误的决策，那个原本建立起来的安就瞬间瓦解了。解释得很精准。所以守心就是一种拒绝外界干扰的定力。一个家庭如果在富裕之后不能守心，就容易因为贪婪或外界的诱惑而败落。一个企业如果在成功之后不能守心，偏离了最初的核心使命，也会迅速走向衰亡。所以安是网的刹车皮，也是避险的机制。有了安，群体才能稳健地走下去。然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句啊，这也是整个秘诀的终点在，心主要靠传承。传承，这真的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这10句话看下来，它根本不是零散的句子，它是一套超级完整的系统。没错，它是有先后顺序跟逻辑的。它告诉我们，一个美好的群体要先从个人的角色分工打好基础，接着透过和气、包容、谦让的态度来优化内部的运作机制，最后透过同心去发展，守心来稳固。但即便做到了这一切，如果没有传承，这一切就只会是历史洪流里的一线昙花。确实如此。我们回顾今天这趟探索旅程，从一篇2026年3月初在 Threads 上的简短贴文，我们挖掘出了一个从各司其职一路走到心智修炼的深刻蓝图。这10个秘诀其实是一门关于平衡的艺术。平衡了什么？它平衡了个体的责任与群体的和谐，也平衡了向外追求的动力与向内安定的定力。不过，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们刚刚把这套系统解析得很透彻，但如果我们把最后一句话传承单独拿出来看，并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况，我们或许需要更深一层的自省。没错，这也是今天在我们结束这场深度解析之前，我想留给正在聆听的你一个可能不在贴文表面上，但却非常值得你好好咀嚼的反思。这份秘诀的最后一点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长远的兴旺靠的是传承。但当我们回顾前面那9点的时候，你不妨问问自己，在我们现在这个快节奏、充满竞争的社会里，我们给予传承给下一代的究竟是什么？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我们是不是花了很多时间逼着身边的人或下一代去符合前4点那种传统的角色期待，或者是拼命想留给他们路，也就是物质与资源？但是我们有没有同样用心的去传承后6点那些真正能带来内在平静与长远繁荣的特质？是的，我们有没有教导他们什么是和气、包容与谦让？我们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，示范什么叫做守心？在你目前的人生阶段中，无论你是一位父母、一位主管，还是团队里的一位前辈，你每一天透过你的言行举止，正在传承什么给身边的人？
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，但绝对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想一想。非常同意。非常感谢你今天跟着我们一起潜入这份充满智慧的蓝图。我们鼓励你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一下你生活中的人际动态。我们下次的深度解析见。